镜周刊报道，贺岁喜剧《大三元》由曾任电影《铁狮玉玲珑1、2》执行导演的陈怡瑜升格当导演，他的拍片能力与事前规划都让监制彭恰恰有信心，影片拍摄也按部就班完成。不过陈怡瑜表示，在找景与美术上仍遇到一些难题，甚至被迫超支。大三元制作及宣传发行费用约8000万，因人物众多，故事又发生在家大业大的家庭，片酬、场租、美术陈设都花费不少。拍片前四处看景，彭哥笑说，找景多半有1好没2好，没有刚刚好。最后盛家选在新竹南园，片尾决战场地则商界临安太古厝。另一主景一竹居更因导演要求的原始天然竹林难觅，一度打算搭景，幸好发现南头有竹居。为呈现不同场景的气势，曾合作过《铁狮玉玲珑1、2》的美术组班底煞费苦心。其中片尾2派人马在临安太古厝以麻将决战的夜戏是全片重头戏，但因现场很暗，得使用大量灯笼。此外，片中各路怪咖齐聚的场所无连装，更是由废弃土基层重新改造搭设，隔间而成。延伸阅读。